日职例行赛今天开打，火腿队在主场札幌巨蛋迎战欧力士队，王柏荣先发第5棒，守左外野。日职生涯初亮相台日都很关注，总教练立山英树更用大谷翔平比拟王柏荣成功旅外的意义。王柏荣从中职转战日职，一举一动都是话题。火腿队今天主场开幕战，日本媒体在开幕战报道中也多次点名王柏荣。对于曾在中职连2年有40%打击率的强打者，能为火腿队打线带来什么火花，有高度期待。火腿队开幕战排出中心棒次分别为3棒近藤健介，指定打击4棒中田翔、一垒5棒王柏荣，左外野。王柏荣昨天受访时也提到，巨蛋视线不太一样，外野守备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王柏荣在台湾打出亮眼成绩，成功从中职走向日职。立山英树也用台湾的大谷翔平来形容王柏荣成功旅外的意义。王柏荣坦言，球迷与媒体的关注多少会带来点压力，但与其说要表现出什么给大家看，更重要的是做好该做的本分，尽力帮助球队拿下好成绩。